可给做嘛？你他妈听给的，你别就东个事情，你别家来是给米长个么记住去，给习俗个啊。每年来个给你干来给你这个去的什么，给吓得一边痛苦不都个啊没？给你个来起来些嘛，但给都么都没才下说些什么？啥子个的我都你起来打过去，么都你打过去管用没？些什么？给都么都是人公司那才下说，两个是人公司那第二的，他妈听过也没别就东个开始叫啊。起来我去说，起来三说，起来东要东说啊，起来干嘛都要钱多啊？可你别家来，看吧，给这咱们起来些啊嘛的，先说绝不买你丢过来些个说，先说啊，看到我们这个这个3元一些萝卜菜做你3元，你拿钱不得给说啊，看你别给这来丢做，我都便宜意思个这个吃的些个，买的是哪个就假呗，那买的哪个些有的没，咪咪咱个提醒别是说就看大家都去了啊，你他妈听你能嘛做，你我有做有没，你就大的没丢么都怪去了，看得起来的，把我一些。抖音。